分享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，我是综艺群阿群妹。哇，呀哈，竟然是半夜大的时间呢！哇，原来暑假安尼咻一下就过去的，一下我的暑假就拜拜了。好啦，其实我也没有暑假，不过呢，表示讲暑假过去以后啊，就表示讲，呀哈，是今年的清明一季咯。清明一季今日就要来同大家来分享，当好当有这类演出，就到天公日要来演出咯。细细格格来分享，今日嘅来宾是我哋乡音管乐团的团长许水许先生，分享。嗨，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乡音管乐团团长，我叫许水。好，分享先生来到你节目当中吼，按讲又按游戏者，今日爱同大家分享也到天公日就爱来演出来发通诶。嘿哦，不过啊，咩想爱来问一下先生，先生你是呀乡音管乐团的团长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呀乡音管乐团啊，已经成立几久？真系先同大家来了解一下，有只管乐团冇？哦，你只管乐团其实很久咯。头尾啊，已經會16年咯。哇，都已經會16年，按長嘅時間了。哦，嗰時候按長嘅時間啊，成立呀鄉音管樂團。一開始，你有冇想到講，想要來成立呀鄉音管樂團？很刺激啊，對於呀音樂啊，都有興趣啊，係樣誒。錯。因為啊，你從細到長下大嘅時節，佢嘅隔壁嘅阿叔，佢矮顯了，細時節要彈阿婆唱山歌，然後呢，嗰兩時是細唔知乜嘅阿婆唱山歌，你想當見識，都未啲嘅時節。感覺係你客家嘅精髓。哦，嗰下已經阿婆都唔會唱啦，因為年邁了嘛，所以古時想起來講，你客家嘅嚇真經清傳統誒，清幽默，清難得講冇乜嘅知識嘅阿婆會唱暗後堂嘅聲音，色彩就講，那是回味。他懂些，然後一直在我心中，因為想念，因為變到心中啦，所以有一個機會到台北，看到有按到你嘅終於講隔壁鄰舍啦，係你嘅朋友，大家講有唱山歌，係咩嚟矮顯？哦，是因為集結在一起，哈，講好啊！矮顯唱山歌有鑼鼓，打來有親鬧熱，哈，家下感覺到都特別有咁樣嘅環境，大家真歡喜，是咁樣嚟成立一隻管樂團。哇！嗰時候係因為對呀客家傳統音樂嘅頭擺嘅回憶到情感度，都很排很相愛，再過來去回味過來。嗰時候就聽聽順通嘅朋友，大家等於說一同好，對不對？用它就吸拍起來。嗰時候對山歌變做一隻管樂團，那國樂團它畢竟是會有非常非常多的樂器，有非常多的編制，而且鄉音管樂團客家天使頭擺有翕過，佢也就會表演，佢也就會演出，人數好真件係當當呢。冇錯。顧壽先生同大家講一下，人家就會管樂團啊，這個所謂的編制有幾多少人？我們有多少種不一樣的樂器？光是你講矮顯啦，哈，矮顯就有南胡、高胡、中胡，還有隔胡。以前按多顯呢？以前管樂團沒有大提琴，就叫隔胡，隔胡，還有大提琴來代替。哦，
古时候呀哈，除在传统的你印象当中的国乐器呀弦的弦乐器，我们以前就是国乐的话，就是用到弦的呀、二胡这一类的。椰子胡。哦，椰子胡呀哈没多哎，就是西洋的。南胡、高胡、低胡。所以连大提琴、大提琴跟第一提琴也有加入，像吹管也是，吹管也是，吹管哈有曲笛、梆笛，还有拔乌，还有箫。那现在吹管还加什么？唢呐。哦，所以呀，其实呀还有动到上铺很多不一样的声音来做呈现。因为像有些曲子，它必须要用唢呐来表现，尤其迄啲客家嘅音樂，這樣有嗰種咪絲。嘿，個唢呐嘅聲音一噴出來，整個 feel 都來了。對，尤其比如講，你買個慶典嘅時節，哦，一啲講嘅移民日，哦，白公生，哦，個係一啲去演奏，冇唢呐嘅。以前就講，哎呦，佢冇埋牆，哎，你係嗰種客家嘅面絲，冇傳統嘅感覺就錯嘅。哦，古時候形象都在同大家來分享，對一開始可能編制沒有那麼大，到現在編制已經越來越完整了。這樣子的狀態，你覺得在呈現音樂的表現上面啊，有什麼樣的差別？你看大家會想說，哎，喜勇哎，要得有大提琴加入啊，怎麼覺得好像感覺是不太搭嘎的？但是其實老師，你們用這樣子的方式。把它呈現出來。在我們這個黃家章老師的一個專業構思之下，好，給感覺一定要注入這些元素，好，將為了整個第一個我們團裡的素質啊提高，然後來豐富我哋嘅音樂。推廣我哋客家文化音樂，更加有總要講水準一切都該被提高。水準一切都該變提高。古時候啊，唔看有按多種嘅樂器，古時候人數聽錯咩喺度多？係哦，差唔多有幾多少人啊？上台哈冇80人啥哈，其實了哈，好像我哋已經沒有辦法滿足我哋兩個團嘅感覺啦。83呢？哎呦，按他嘅舞台也係一難尋哦，對不對？其實要容納這麼多人的舞台，所以我們每年都希望在中山堂哦，因為中山堂是一個演奏非常好嘅地方，懂完整嘅這個演繹的場所，對不對？超。古時候啊，樂團嘅成員地度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其他大家都係用嘅來參加過樂團嘅。全部有的吼，係退休嘅先生，冇是比如講，到了以前是60歲退休，哇，大家是真歡喜，再過來。古時候係多多就係比如講阿叔啊、阿姨呀，一定認識下太嘅，亦都種批來學習。你下都冇強壯哦，學當中啊，在學習當中，有到做阿爸做阿妹啊，會帶領自家嘅新人嚟學。你現有的就是爸爸媽媽帶着小孩，對，帶着小孩子來聽下。有一隻阿妹哦，佢本身是以前在裕達商職的一個國樂團，然後你下新人帶嚟讀國中、高中。佢13年帶3隻，一隻妹嘅，2隻奶嘅，來學習無強壯嘅樂器，比如講吉他係琵琶，加妹嘅是柳葉琴，加奶一隻吹管，還有一隻奶胡琴，所以他們一家一個小樂團都 OK， 這樣就成為一種音樂世家的感覺，對，有沒有？大家都得有時間向下培養共同的興趣，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。對，家庭更和樂。對，家庭更和樂，而且大家都有成就感。而且你看，在有閒的時間啦，大家又做得有事情做得做，對不對？大家可以培養自己的興趣。阿爸沒空下來。負責開車送他們來，所以一個家庭無限七七啦，是懂快樂。所以音樂呢，它可以陶冶心情，好，也可以讓我們家庭和樂。
鼓手刚刚有讲到啊，希望当年的演出都可以抵这个我们台北的中山堂来做演出，这个是我们最想要的。但是中山堂太难咯，真嘅，竟然差一点点的是冇好落去的，都没是后补本来里啦。鼓手喊黑有，就係天公日，天公日大家就會看到響音管樂台，底下我們這個台北中山堂的演出就要來開始咧。鼓手也時間地點，時間的部分來同大家來講一下。哦，嗰裡是7點是開始，哦，入落。入場，不過啊，雖然佢係先前就開始來鎖票誒，不過到現場還係做得來拿票錯冇？對，反正嗰裡鄉親朋友，你就當上去看，又冇票，用個神呢冇關係，你入口的右邊有一個窗口。嗰位有標100種，100種，對，鼓手大家愛把握機會，可能愛合作單位去排隊一下，對不對？要去排隊一下。對，鼓手啊，天公日記得咯，按部時頭7點開始來入場，7點半就開始來看響音管樂團精彩演出咯。先休息一下，等下這個再來談其他的故事。觀眾朋友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氣來嘅，我係做一群阿群妹。今日阿群妹要同大家來分享嘅係何啲天公日按部時頭，我哋台北嘅中山堂來演出嘅表演咯，係由嘅響音管樂團來做演出。故事節目當中，今日要邀請到響音管樂團嘅團長，嘅許水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哦。故事夾夾來同大家講一下日擺嘅演出啦。有按到嘛？該歌曲，歌曲的豐富性是青島啦。當然一下開始，你會用比較柔美的一些音樂，當然你在體力團的時間，你有配合合唱團。哦，還有同合唱團來做配合。崇真歌謠版，崇真歌謠版，哦，來唱起啲平板3個字，還有客家詩歌，呢3首歌曲，佢就搞出大家親熟悉的一個曲子。哦，鼓手有同合唱團、韓國管樂團兩隻團隊來配合來做演出，按樣方式嚟呈現。感覺較鬧熱啦，鬧熱的感覺。因為給觀眾朋友，哇，從頭到尾按聽音樂，係有下巴有唱歌一下，係唔係個較感覺豐富一點？對，鼓手是穿插在裡面。對，鼓手先生，你剛剛講係崇真歌謠版，做得來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有隻歌謠版冇？你係陳宗義老師來指頭啊。然後喺藝道嗰邊做班長，哇！所以呢，有乜嘅大型嘅節目，除了鄉音國樂以外，你大合唱是會唱你崇真歌謠版。鼓手啊，欣賞家下有講到，佢自家咪係班長哦，韓國欣賞嘅歌聲啊，真嘅咪係一點讚，根本嘅欣賞來到呀，就係愛來歡喜來嘅鄉親朋友，好歡喜，好熱乎，愛唱歌嘅來伴大家聽了，錯冇？欣賞根本嘅愛帶來乜嘅歌曲？哎呦，排聲啊，還是唱到冇買好啲喎。班長呢？好啦，跟我嚟唱一首嗬3個字，哇，按客家嘅傳統3大調，對，3大調。好，歡迎許水先生嘅演出。客家了風那情啊，古到了今啊。全家來了路啊，客家了人啊！哇，
嘅唱嘅韻味就係無窮樣，因為唱山歌啊，親難呢就係講意志心強，錯冇你詩愛咬章，言愛唱錯。本人彈的聲音唱嘛該。古說老師聲音暗好，下擺有去演出冇？有唱歌冇？唔係哦，我頭擺站在一個報幕的角色而已啊，所以我冇唱歌嘅。啊，太大聲，喊200哦。喊200我佢唔來唱歌嘅哦，好冇？好啦，合唱團較好啦。古時候啊，唔看啊，按精彩嘅演出，按豐富嘅演出，用日合唱團同日管樂團向下來做配合，就係田公園超精彩響應管樂團嘅演出，大家聽錯愛去看哦。韓國啊，其實唔單止係戲水欣賞佢當山嘛，其實樂團底度還有2位當重要嘅欣賞，是我們的陳老師，還有我們的黃老師。做嚟同大家分享一下2沙啲樂團底度但音樂嘅重要嘅基因冇。其實都非常重要，尤其黃家章老師啊，是在多年前，因為佢在育達商職做國樂的一個教學任教，然後啲位都有客家先生，那些我嘅朋友，是拿人家譜嘅幫我看，你做得客家本色啦，百公百婆。做得用國樂來表現夢來講，當然做得咯。因為佢講佢啲位都一隻先生，黃家章黃老師，佢講到嘅一隻生子搞到當山忙親好，還係自己拜訪佢，結果一下拿本佢看，哇！黃家章老師非常對客家音樂有認真。然後佢拿客家本色去做他們的比賽曲目，因為他們1年會有1次比賽，所以老師重新再把它編曲，對，編曲一定要有熱鬧一點，然後曲子的一個起伏轉折都要到位。結果呢，佢拿到全台灣省第1名的嘛，多年以前，哇！所以他就說要回饋按好嘅曲子是來搞啊。鼓手啊，你看黃老師按重要哦。對，客家音樂哈，他真的是投入很多。對，鼓手第1擺嘅演出底度啊，黃老師是不是也有改變一下我們客家的音樂，係用嚟呈現嘅客家音樂？就比方講，客家詩嘅咩腔調，幾位用個鑼鼓的表現，跟鬧熱起來。本地喊看鬧熱就錯嘅。鼓手除咗客家嘅歌曲以外啊，1擺嘅演出係唔係咪有其他族群嘅一條音樂？有啊，像跑旱船，你看，那做得講，客家傳統嘅民俗技藝嘅一種啊，民俗的演出。很多節慶全部會有那種嘅音樂，係跑旱船呐，哈，還有比如講，有一首很多金蛇狂舞，也係用嘅一首歌曲啊，也是非常嘅鬧熱，舉凡呐，哈，有喜慶，哈，都少不了它，哈，像公園的時節，除了渤海藤灣的歌那個音樂以外，金蛇狂舞絕對是會，所以這條歌音樂啊，給帶來給人心感覺第一個快樂震撼，然後感覺說哦，音樂。所有的合作，大家集合起來是那麼好聽的。不過我知道吼，東南的音，東鬧熱的音樂演奏起來就會東南，這件事情是正確的嗎，老師？越快的曲子，越快的東鬧熱的歌曲越難學，因為你拍子，而且按都聲部，還有琵琶、彈撥那些，你要整合在一起。該中原講沒有3兩三是不能上梁山的，知冇？鼓手太家東山忙練習啵？該一定會嘅，因為楊元璋能表現傳統然後現代的一個結合。鼓手樂團底度還有另外一位咩係董聰也會欣賞我們的陳梅清陳老師，那是叫做靈魂人物。是哦，靈魂人物。指揮是這，很細聲，很台上，就喺台上，台上開始看佢。冇看佢嘅人是我都做唔得，哇！因為佢
停了，你结果很多个来，该是为朋友休息咯。很多放炮。其实鬼音乐团的灵魂人物，对，有时候点到你，哎，你就嘎嘎。哦。有时候打鼓的声音就慢慢大，哈，那吹管也是，没点到你，你是做唔得出来。点到你是嘎嘎会出来。对。因为有时候每一曲当中会有给solo 的部分，那比方说这一首曲子给高胡 solo， 那这一首是给琵琶，那这个是给指挥就很重要，给扬琴，对，那个爱嘛给时间爱本记来演出，这个就非常重要，大家都要看它。对，尤其扬琴的轮音呐，叫你快你就快，叫你慢你就慢，好，所以呢就而且团员啦，说哎呦老师，拜托啦。要打好关系来啦！鼓手啊，你看啊，一只观光团我来演出，我记到3年，不只有80人编制的努力哦，对，还有3位暗腔的欣赏家，就3万大标，将有暗好的成果，就爱伫田公业安布石头同大家来分享，大家爱记得咯，安布石头做得下组啦，下组做得去排队，韩国安布石头7点开始入场，7点半开始来做演出，大家唔记得去看其他的演出咯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一下再个再来谈其他的故事。大家又真到福起來，我係鍾意群阿群妹，今日嘅節目地度愛同大家來分享鄉音觀光團啲田公益就有演出了。我哋好，就我哋鄉音觀光團啲當年都有當到大細嘅演出，韓國成立到也下已經有16年，按長按久嘅時間呢。唔過我看欣賞也下好，竟然按太的這麼大的編制，按到嘅聲音，其實啦也其中。聽說有當到動辛苦的歌唱，雖然一下看起來動腔很厲害，不過其實啦，地動昂，聽說有很多辛苦的地方，對不對？有哦，當然在這邊要感謝我們所有的團員的參與者，還有每一個人好對我哋團的犧牲奉獻，好認真職責該工作做到真的是淋漓盡致，那是來做團長該感恩的心。然後每一次有聚會的時候，就跟他們多一次的感謝。我說多一次的感謝，就有多一次的責任。有遇到嗎？該知道哈太嘅困難嗎？哦，該困難其實從教學開始，以前哦，欣賞啊，比如那種拿曲子稍微大一點、快一點的，哇，懂得跟媽媽。老師，可不可以不要那麼？比如說金蛇狂舞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金蛇狂舞有一種慢板的，有一種快板。對。欣賞是神本來的該簡單型的。啊。哎，然後呢，哎，要晉級的，有的會討價還價。老師說莫好講價。然後呢，那條媽媽們就好吧，只能練了，只有練這個字了。還有一些，比如講，其實很多曲子都是高難度的。對。比如講，碎片講個跑旱船，其實它的那種快的速度，你沒有，其實沒特別練哈，根本沒法練出來。我們說的啦，不是科班出身的，對，要彈就已經很困難，彈得出上就懂腔誒，還要練按難的歌曲，而且就像老師一開始講誒，懂到聲演全部就係退休以後誒，對不對？阿叔阿姨家的，我練習按難按高難度的歌曲。那其實，從剛剛開始，組織樂團到咧哈，其實現在越新進的學員素質越好，因為其實考上咧，好，很了可能較落畢業，然後有的他今年退休了，你看16年嘛，超16年，對，所以呢，能夠從開始到現在的人也是不簡單啦，然後好多東西耶，這個也是我們覺得在參與一個樂團的。
的希望。对，老师，你去个迄呀团长吼，贵我团的团长扛的责任非常大，还好。基因动态动从吼，有太这个参数 OK 啦。不过行下去，听说有通力，支持人家嘅通力系乜嘅啊？因为每一次的一个演奏，或者是出外的完成任务，大家是不是亲欢喜？团圆就懂欢喜，很有成就感。对，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原动力。好，虽然有些会埋怨，哎呦，好远哦，或者是好难哦。对，而且有些场所并不是那么理想的，有点小抱怨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有进步的空间。今后，你莫强。哇，老师，我觉得你好正面哦。韩国唔但唱每次都团员的支持，团员想要进步的心，也系董聪也会通力，唔但唱按呢。其实我相信观众朋友对老师你们整个团的回馈，应该没系董聪也会一直通力。你提就感谢台北市。好，客家私募委员会，还有我的会叫做台北市中央客家重振会，好，我特别一下双腿共发现，哇，又看到我们新朋友也有，旧朋友也有，是懂欢喜，因为有些旧朋友一下看到你是位老年人的，哦，那种心情是非常的欢喜呀，所以我们希望讲，你所有的观众朋友，当然做得。其实没有去导演去出国去演出，有哦，我们还去过青岛威所，马来西亚啦，然后香港，还有泰国，还有希腊，我们都去过。哦，希腊那时候还很正常的时候。哇，去希腊暗夜那时候参加他们的文化季。哦，文化季就超哎。对，我前年没去法国。古时候唐贡去法国啊，转来还带专业的大师回来，是不是？我在那边面试一下，二胡国际大师，很多果敢，水果的果，好勇敢的敢，还相信青岛，好。对于观光同宿舍同朋友，大家就有唐贡。我去年有留相机来，然后中山堂老李琼哈演出，那真的是不得了的。很多观众朋友其实都是爆满的，因为是大师级的，对，与大师相见，那种心情是倍感兴奋的。超也系听错诶，韩国唐贡大师还有来授课，是不是？有，因为呢，特别情商大师。来2次，好，利用礼拜六、礼拜天，然后在客家文化会馆来教一些技巧的东西，一样的一首曲子，你要怎么样表现？好，有受到大师一点点的感染。对，真的是不敢说可以跟老师学到很多，但是只要受到老师的感染，这种气氛就有也可以提升自己的音乐素质。光听他的演奏就会觉得哇，我今天赚到了，好享受的感觉。对。哦，唐贡欣赏人家的有演奏不呀华侨厅，然后华侨安口声不断。今年的5月26号华侨节，然后有像响应国乐去老给。演奏给他听，然后呢，那些华侨啊，既然我们时间都已经结束了，围着要我们，比方说，要我们魂萦旧梦啊，春风吻上我的脸，老歌，对，然后小小羊儿要回家，这样子围着我们，不让我们走，然后我们拉他们就唱，因为我们在国外有些是30、40年才。常常转了一次，对，1年才回来一次，有些2、3年。他说我今天能够在这边听到这样的曲子，我以前很喜欢唱的，但是呢，在那边永远都没办法听到。同表演我的感觉无共样，现场演奏，不是你看这种粉丝的回馈，他搞就懂好按响应观光团的演哦，这样子也做好我们很多一些
有喜欢音乐的人，像沧海一声一拉，哇，他们就打拍子啊，对，都真欢喜。古手先生，一下乡音管乐团啊，假使讲有电视機頭前的觀眾朋友係想愛來參加鄉音管樂團，做得有辦法來參加冇？做得啦，因為啊，每一首新的曲子就是一個新的開始。哇！你不要管別人學多久，該噴演的事情，對你自己來講，對我們就學員也是。就是一個新的開始，對，都是一個新的開始。古時候講，假使電視機頭前的觀眾朋友想要報名，要用嚟來報名參加。哦，做得啦，我哋每週禮拜二，都喺哩客家事務委員會，哈，信義路3段157巷11號4樓，係都該去做學習。就做得來上課就錯嘅，古天咧來上課，台北嘅朋友，假使講好想我來學習管樂團，唔是講太慢哦，是按有心就做得去好。大安捷運站斜對面。大安捷運站斜對面，請你短短1分鐘嘅時間，先生再同大家講一下鄉音管樂團接下來嘅目標冇？接下來目標，第一個我們持續的深耕推廣阿啲客家文化、客家音樂，好，然後其他音樂結合在一起，也係阿啲最希望做更加好嘅所在。哇！古時候今日沈夢翕水先生來到節目當中，同大家來分享鄉音管樂團嘅故事，咩同大家來分享天光嘅安補時頭7點半要開始來演出嘅發通哦，大家唔記得天光日下晝頭就做嚟去排隊嘅，啲人哋台北嘅中山堂。古時候今日謝謝老師來到節目當中。沈夢安主席，沈夢觀眾朋友，謝謝老師。咩沈夢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，休息一下，停停運動先生來做運動。